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新闻逐工拢提醒观众朋友出门在外安全第一，赛车千万唔通雄雄公公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向好用向第一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向就是着惊的声，嘛有凄惨残忍的意思。咱讲凶恶，嘛当讲一个人面貌生做真凶恶。啊，若杀人的罪人，咱讲是凶手；残忍的心，咱讲是凶心。也佫有疯狂，咱就讲是凶狂。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凶狂，代表是一个人做代志足猖狂、雄雄公公的形。第二个词读做凶介介，字面看起来是讲一个人面形生做足恐怖、足歹看面。也毋过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凶介介嘛有足垃圾、太过阿杂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一个查甫敢若啉烧酒醉，拢入去到超商，凶介介歹蹭蹭，店员惊一个雄雄公公走出来，报警察来处理。原来对方是着急要借便所尔，因为伤过紧急，讲话较大声，引起误会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凶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